连续假期过后第一个上班日，市府伫市立民族馆献歌团温馨喜气的演奏声中，市府举办各局处联合新春团拜，大家互相恭喜，场面是热烈滚滚。会场市长吴伟霆除了感谢过去这一冬来团队的辛苦努力，赢得市民有感受的进步以外，嘛以甲所有员工勉励，期待新的一冬面对多变化的国际局势，一定要提早做好应应，并且甲中央新的内阁密切合作来拼经济。吴会员必须要来，这个观察到整个国际的整个政经局势并不是特别的好。那尤其在地缘政治上面，更尤其是在两岸方面，我们都必须要这个非常的这个警觉。那也要在自己能努力的部分，要做好充足的准备，以及做好这个拼经济，把经济拼得更好。因此呢，我想市府团队在这方面做好准备。那我们也希望说，接下来市府跟中央的陈建仁院长、前副总统陈院长所率领的中央政府团队密切合作，那能够这个让台南更好。那同样的，也希望能够让台湾更好。这一点，台南市准备好了。新春团拜包括第一摆以副议长身份出席的林志典，以及新科议员林依婷甲周家伟等民代嘛拢到场甲大家交流。会后所有局处的同仁代表嘛，一一甲市长翕相留念，替家己伫新的一冬加油鼓励。台南新闻顾文吉何乔邦采访过的。